今仔日食芹菜好无？啊，你敢会使甲我教？做一个较有遐饭。做一个，什么是做？办桌好耍无？爱做哪会好耍，要耍呀？妈，你敢有经过日本时代？无，啊，公敢有？你哪讲有？我今日较知呢。啊，我有去倒办无？你敢若有去哦？我有去吼，我拢去倒办桌，趁钱，趁所费。啊，如你对阿公有什么印象？我阿公足大个的，四脚的是水脚，拢是阿嬷一手甲我带大汉的。阿嬷拢会惊阮枵，惊阮做孙仔的人会枵，食无饱。你家己拢你孙爱食的，家己无重要啦，孙较重要。啊，即摆换我来甲你照顾。啊，都即摆你咧甲我照顾自己了。我毋知影你几岁，你几岁？这两米翘去咯。文化部、中华美学馆、云林科技大学、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赞虾，欢迎大家10月21日来赞虾。今仔日食芹菜好无？凊彩好，啊，迄咩煮？啊，都油落啊，都放落迄袂有哦。啊，你敢会使甲我教？你甲我教的？这个面捌做着，毋捌，你甲我教。啊，洗好咯。嘿，洗好啊。洗一个较有遐饭。做一个，什么是做？切一个啦。哦，切哦，啊，你拢讲做哦。切了长长切2转。2转，安尼2转。3转啊，为啥啊？好，安就好。为啥2转。为啥？嘿。假假，安尼哦。嘿啦，安就。哦，我这倒有来呢哦。别偌多啦。免偌济。阿妈，你几岁嫁我阿公20呗。20，办桌好耍无？爱做哪会好耍，要耍呀？爱做哦。爱做人哋哪会好耍？啊，要落哦。哦。爱白无？哦，水哦。敢莫看寒？应该不练啊。啊，安尼就好啊妈。洋葱的了。阿妈，你看这敢盐？盐用皮的敢漂？妈，你敢有经过日本时代？无。阿公敢有？你哪讲有？阿公有哦。我今日才知呢。你哪讲读日本迄落的册？阿公读日本的册。我今日才知呢。我活遐侪年，我今日才知呢。芹菜，你家己种的哦？买啦，我这个都去做。啊，你较早毋是拢有种菜？即摆不去做种菜，早拢买贵啊，无我买一个葱园，互你种菜。即摆这个嘛买啊，这1百40-50拢哇。140-50，安尼是贵吗？贵啊！安尼足贵的哦。足贵。安怎？总铺菜。给我滚者。我嘛是倒办桌啊，我有去倒办桌嘛。阵你也咧办桌着。啊，我有去倒办无？你敢若有去无？我有去吼，因为我就爱趁钱的，我拢去倒办桌趁钱，趁所费。有滚哦。啊，伦你较早上期待什么菜尾摕转来？应该是迄鸡吧。鸡哦。办桌的鸡，因为办桌的鸡嘛是阮阿公家己煮的。啊，伦你对阿公有什么印象？我阿公哦，我阿公足大个的。伊拢骑迄打挡车啊，然后自细汉，伊就拢载我去幼稚园读册，我就爱坐伫迄油桶啊，打挡车头前迄油桶，你敢知？好食无阿妈？好食。好食，我有够煮，我出师啊嘛。你我总破师，啊你水骹，你四骹，四骹也是水骹，四骹。四脚是啥？感谢阿嬷，足济。阮为细汉，拢是阿嬷一手甲我带大汉，对吧？我满月就转去清水甲阿嬷做伙啊。我做囡仔好带无？袂歹啊。即马较水还是较早较水？水嘛水，水还嘛水，安尼逐项拢甲我学咯。我感谢阿嬷足济，较早阮的厝内底，足辛苦的，真正是足辛苦。早顿拢食糜哦。迄嘛是真的呢。透早阮阿嬷逐工拢会煮糜。阿嬷，你是毋是较早透早拢会煮糜？较早的人辛苦啊。啊，咱拢有揽迄
番薯，豆参番薯，啊，我阿嬷拢会甲我爱，为阮兜爱去足远的所在，拢是用爱，因为我阿嬷嘛袂晓骑脚踏车，就干来在靠伊的双骹，所以即马骹拢退化，足辛苦的。阿嬷拢会惊阮枵，惊阮做孙仔的人会枵，食无饱。只要阮若讲好食的物件，我阿嬷就一直煮迄项物件，食甲你会惊，对无？阿嬷你拢煮啥互阮食？啊，都有啥就做啊，无啥就无做啊。啊，拢看恁孙爱食啥就煮啥安尼。就恁爱食啥就煮啥。啊，你拢无看你爱食啥？无啊，我都老了，看我爱食啥。你家己拢，孙爱食的。你家己拢无重要。家己无重要啦，孙较重要。孙较重要。啊，即马换我来甲你照顾。啊，到即摆你咧甲我照顾就对了。我即马照顾你几年啊？为阿公离开的时阵，到即马2016啦，即马已经7档啊。你若讲毋知几7档啊。7档咯。嘿，已经离开7档啊。你有想伊无？我想有啥物啊？你拢无想伊？无啊。也是你拢较想我？啊，就孙到迄落。孙较倒一啊？我若无伫厝的，你着想我呢。我若无伫厝，我阿嬷就会时不时咧念我，看我当时要转来。伊逐工不管换换，伊拢会等我转来厝的，无伊拢会困无好。啊，我生几个？啥？我。你都还袂死？我还袂死哦！你问看卖，即摆我毋知影你几岁？你几岁？这两个翘去咯。两个翘去，无遐早翘啦，莫烦恼，袂翘袂翘。两个就翘去咯。你乖孙咧，甲你顾，你拢袂翘，莫烦恼。文化部中华美学馆、云林科技大学、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，赞声！是毋是爱念头拄仔遐才有奖金？是啊。是。中华台语文创艺园区，中华台语文创